后来乡亲啊，这个缅甸7.7的大地震，若有上新的消息，咱随时报告乡亲知。咱先来看这个台中的五车有一间金仔店，昨下晡3点外发生着这个抢案，2个抢匪入去金仔店，惊仔要买金仔。其中一个人借口讲要出去博婚，趁头家娘甲门开的时阵，甲一条价值20多万的金破链抢咧，撞出去，塞车要走。这个头家娘伫后壁弱，因竟然是加速度马库来冲撞70岁头家娘。头家娘是脑出血，即摆伫咧加护病房。2个抢匪是走去秘伫咧下港。警方锁定嫌犯，伫咧中昼12点外，伫高雄的林雅区，甲人逮捕归案。金仔店的监视器翕到2个查甫人伫咧金仔店的柜台间破链，穿白衫的查甫人先看一条金破链，佮破伫咧阿妈棍，叫穿乌衫的朋友替伊看卖，敢有好看？你看我这条，水吧？一条是2秒，啊，这有1秒。2个人看破链，敢若是咧考虑甲买买。头家娘当下甲金破链摕转去拄仔收好势，锁落来2个人离开。过无偌久，佫行转来。穿白衫的查甫人讲，拄则看2条破链，伊要佫看一解。这时穿乌衫的查甫人讲要出去食薰，头家娘替伊开门，想袂到穿白衫的查甫人金破链摕咧就冲出去。正常的客人而已啊，因为我们的门是锁住的嘛，那说要出去抽烟，我们当然会打开啊。重量是大概2两左右。然后价值20多万。头家娘甲后生随出去立这2个歹徒，想袂到歹徒竟然直接加速倒退路，弄70岁头家娘，弄甲非常大力。头家娘轰动一个脑出血，紧急送医治疗，目前伫咧加护病房观察。脑部的血块、血肿，就看医生评估说10几天后看如何。才知道状况。抢案发生伫咧昨下晡3点外，当时2个歹徒原本驶车向外车道方向，大雨互一台进站的公车砸掉，锁落来就倒退路，当着头家娘了后，闪为内车道向市区方向开，最后敢若是接去国道路南向嘉义高用道走。方提走的就是这条重2两2分、长2尺、价值20多万的金破链。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。目前警方已锁定犯嫌，将全力追缉到案。抢案发生了后，有金仔店的同业认出来，这2个歹徒伫咧26号就到南部的金仔店，共款伫咧看破链，不过当时无下手。今仔日中昼，警方伫咧高雄的林雅区已经抓到这2个歹徒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